高雄凤山有一栋大楼发生这冷气的铁架熊熊落落来，撼到一台轿车。根据警方了解，是3楼的住户踩冷气的铁架已经生鏽，才会落落去。加在这冷气已经搬走啊，才无造成伤亡。一支冷气的铁架熊熊位天顶落落来，无拄好撞到一台轿车车头，坐伫顶仔卡民众撮一着，外头一直看。警察随接到车主来报案，讲汽车车头绑紧落落去。原来凶手是一支冷气的铁架为3楼熊熊落落去。做这工课吼，伤坎坷啊啦，因为伊整个是新的冷气，吼旧的主机也无法绑过安尼。啊，就培养一个，我走出来看。看了，结果是个引擎盖，惊，惊大个，惊载着住户就问题大条了啊！代志是发生伫星3下暗，红东路这栋16层楼的大楼，加载冷气架，干那撞到车，无人受伤，住户愿意赔偿车主损失。其实大楼外观有装真侪冷气，铁架也拢已经生鏽。冷气业者表示讲，安冷气上重要的就是撇好螺丝，敢有锁啊安。过去冷气拢是用铁仔做的，10年就要检查，即马拢改做白铁仔，较贵也较安全，通挡20-30冬。当然啊，点袂安，会可能爱加强加电规机啊，甚至换所在，因为毕竟一个安装架，一只冷气起哩，凊彩算拢30-40公斤起哩。遐落落来，毋是开玩笑的。冷气业者建议，若是铁架生鏽，就要换掉。冷气上好是装伫工人通维修的所在。进前18市就捌发生规台冷气落落来，造成有人死亡。好加在即届无撼到人，也建议民众爱注意，徛喺外口装的冷气敢有稳，避免意外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